小姐让我留意怡亲王动向。我近日打探到，怡亲王的亲信死了，好像跟徐成风、沈丹青他们几人有关。当真？具体为何？具体何事我不清楚，只知怡亲王此事后大受打击。这或许是我们的一个好机会。小姐可想好要怎么做？须得好好筹谋。对了，罗双双找到没有？尚未寻到。还没找到。多花点心思，尽快找到他。是。知不知道？人呢？不是见到人了吗？人呢？确实看到你给我的画像里边那个相似的女人了，可一转眼人就不见了。那就继续找，有任何消息马上告诉我。哎，快去！哎，你们两个继续去那边。走。好。不要杀我！不要！你不要杀我！我为何要杀你？你把我罗家害得如此地步，如今绑架我，难道不是为了赶尽杀绝吗？话说清楚，是你们罗家先害我在先。不过这次我是来救你的。听说今日你被一伙乞丐盯上，若不是我派人救你的话，你恐怕凶多吉少了。你好好想想，自从罗雪儿掌管罗家以来，你就被囚禁在外庄，连自己的母亲都见不到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被他蒙在鼓里，被他利用的还不够吗？即便如此，你为何要救我？因为我答应了周氏。你说什么？是娘让你救的我？娘怎么会让你救我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雪儿，是我。颖儿，我有个重要的发现。雪儿，你猜的不错，沈丹青嗜酒的动作和你之前跟我说的一模一样，就是这样的。那没错了，那是罗爱莲特有的品酒习惯。既如此，那就能确定他是罗爱莲了。还不够，单凭一个动作还不足以完全确认。那怎么办？颖儿，明天你约沈丹青到戏楼。戏楼？对。颖儿，今天怎么这么破费，请我们来看杂耍？前段时间你们不是忙吗？而且我听说这里的杂耍特别好看，所以今天就让你们陪我一起来看了。各位客官，您点的杂耍节目来了，请您慢慢欣赏。各位，表演开始了。丹青，没事吧？下去。是。他刚刚竟然叫了冰儿。
爱莲，想让今生还能与你在一起，你让我受过的罪，这就还给你。将军，将军不好了，沈小姐生病了。生病了？我刚送东西的时候听水仙说的，好像是病得不轻，应该是受了什么惊吓，生病昏倒了。不要！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怎么会生病了？没事，去戏楼看喷火艺人表演的时候受到了刺激，多半是想起来以前被火烧的经历了。喷火表演？既然你来了，就好好照顾她吧。为什么不能报官？他是杀人凶手啊！如今事情已经明晰，沈家那位神医会很多秘术，多半是他花言巧语骗了紫珊哥哥。陈丹青不在了，让妙神医给他换了脸，冒充身份，说不定丹青也是被他害死的。颖儿，你先别激动，我不管，我要报官，我要告诉杜伯父。不能报官。为什么？之前我说要报官，你就不同意，说可能是猜想。可现在我们验证过了，你为何还不同意啊？雪儿，你是不是不敢报官？颖儿，你仔细想想，你的若山哥哥和我父亲，只是不顺着罗爱莲的意，他便痛下杀手。如今我们知道天大的秘密，如果不能一击即中，反而会打草惊蛇，到时候我们都会有危险的。难道看着他继续害人？我们没有实证，必须徐徐图之。况且现在有徐将军护着他，我们就算告，也未必告得赢。你说的也对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颖儿，你先回去，要继续跟沈丹青演戏。我会继续寻找证据。另外，这件事情连你的丫鬟亲信也不可以告诉，知道的人越少，越安全。姐姐，你斗不过我的，我必定让你像你上一次一样，痛不欲生。小姐，您惊吓过度，本就没好利索，如今又受了风寒，妙神医叮嘱您需要好好休息，要不今日就别去酒庄了吧，酒庄那儿有我盯着呢。不碍事。那我去给您煮些冰糖梨水带着。颖儿呢？那日她也在场，没吓着吧？放心吧，颖儿小姐没事。小姐，萧家老仆找到了，正在偏厅等候。这位老者说的详实有据，与骆镖师找到的萧家账本、当票也对得上，确定是萧家的老仆无疑了。秦镖师，麻烦你去差人准备一些日常所需的东西，照顾好老人家。是，大小姐。现在足以证明，萧家的财产是萧老爷自己败光的，跟罗家无关。不仅无关，爹爹可以说是他们周氏母女的恩人。罗雪儿这次变无可变了吧？我要让她去官府承认，她是忘恩负义的罪人，替罗爱莲洗清罪名。接下来才……接下来，你不得先把病养好吗？不然还怎么有力气报复罗雪儿呢？好，都听哥的。天理昭然，事情终于快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了。
雪儿，怎么突然约我见面？上次你说沈丹青病重，他如何了？还没好。雪儿，我实在是演不下去了，何时才能一击必中啊？你之前不是说找证据吗？可有进展？找你来就是为了此事。之前我想找我三妹当人证来坐实她的身份，奈何一直没找到。那这样下去，岂不是要一拖再拖？我也不能一直都留在聊城，总不能在我走之前，凶手还逍遥法外吧？我何尝不是与你的心思一样呢？我思索多日，倒是有个法子能逼他认罪，只是此法有点风险。什么办法？快说来听听。这包药粉，服下者会腹痛难忍，但这药虽然痛苦，程度上却不致命。你把它放到他现在喝的药里，不易察觉。你是说，这东西有害，但不致命是吗？嗯。那放在他现在的药里，真的不会有问题吗？放心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只是以此来胁迫他认罪。你我都知道他是罗爱莲，但我们没有实证。如果你能让他把这包药粉服下，到时他痛苦难忍，一定会主动认罪的。莹儿，你放心，不会被人发现的。况且，你若山哥哥的仇，也需要人来报啊。别犹豫了，这是我们的好机会。生着病还不好好休息啊！来，先把药喝。怎么是你端药来了？水仙呢？啊，我让水仙和铁梨去给我买些东西，你一直不见好怎么行啊？今日我就亲自盯着你，把药喝了。哎呦，这药太烫了，先放一会儿，我等会儿喝。药放凉了，药效也会差的，还是趁热喝了吧。好，听你的。哎呀，这药应该很苦吧？莹儿，你去帮我寻一些甜的蜜饯来。好，我这就去拿。这药太苦了，快给我尝一个。真甜。我家小姐让我来告诉你，事儿办成了。太好了。那颖儿自己怎么没有来？沈小姐病情加重，我家小姐现在脱不开身，所以派我来告诉你。稍后等她安抚了沈小姐，便会替沈小姐去丹京酒庄打理事务，今夜便可在那儿相见。那沈小姐的病情如何？时睡时醒，气息不稳，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，多半是快不行了。现在整个沈府一片慌乱，就连我家小姐自己都吓得不轻。如此，那此刻颖儿脱身出来与我在酒庄会合，是否稳妥？我家小姐说了，趁酒庄没有人在，与您商量下一步的对策最为方便。这也是眼下我家小姐能想到的最不惹眼的法子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颖儿，颖儿，
莹儿，我来啦。妹妹，你来了。你不是？怎么看到我好好的，妹妹很失望啊？杜颖儿告诉你的？不对，不可能啊！杜颖儿，你指望她下毒害死我呀？我早就发觉你故意接近她，就是想借她的手对我不利。我不声张，只是想看看你究竟想做什么，让你自己露出马脚。果然，你还是沉不住气。至于这杜颖儿，我已经把她关起来了，不然的话。我怎么来见我的好妹妹啊？怎么了？为何叹气？我叹气是因为，就算你要为杜尔山报仇，也应该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，而不只听罗雪儿的一面之词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既然知道，还在这装模作样，好你个罗爱莲！你害死我若山哥哥，又谋害自己的父亲，就算你躲过了这次，日后也一定要遭天谴的。杜尔山的死跟我没关系，是他咎由自取。至于我父亲的死，都是因为那罗雪儿。你胡说！若非你阴险狡诈躲过了这碗汤条，此刻你就该向我跪地求饶，去自行认罪了。你给我煎的药，我倒入这花盆中。你好好看看，这分明就是一碗毒药。罗雪儿哄你说要借这药牵制住我，她分明就是想借你的手来杀了我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有余，你竟然用杜若山的死来骗杜颖儿，你真是歹毒！那是他自己蠢，关我什么事？他竟然不知道杜若山是个怎样的狂徒，夜半闯入在世女的房间轻薄，偏偏犯了心计，客死当场。你明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还故意扭曲事实告诉杜颖儿，你无非就是想借刀杀人，将自己摘干净。你可曾想过，你让杜颖儿害我，她会面临怎样的惩罚？你可笑！我为什么要考虑他的死？他在我眼里就是个任我摆布的棋子。哼，真是精彩啊！哼，这番话只有我一个人听到，怎么够呢？颖儿，出来吧。罗雪儿，我一诚相待。你竟如此利用我，是你自己蠢，怨不得我。如今知道自己一往情深的是个这样的人，滋味如何呀？这招以后再跟你算。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怎么，重新再见到你的好姐姐罗爱莲，是不是很惊喜？我也没想到，我们姐妹一场，如今我却要以别人的样貌与身份来跟你见面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苍天无眼啊，罗爱莲，你早就该死了。是啊，那日我身陷火海，九死一生。我以为我就要逃出来的时候，是你对我痛下杀手。我曾想过无数会对我痛下杀手的人，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你，我的好妹妹。我扪心自问，我对你不薄，可你对我的回报呢？真是让我刻骨铭心。你跟罗继达都是虚情假意，一个侵吞我生父的财产，一个装温柔大度，处处压我一头。
还企图让我代替你去嫁冥婚，真是好一个待我不薄啊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敢污蔑父亲？好，你我姐妹，前世今生，要算的账可多了，咱们就一笔笔、一桩桩，慢慢的算。要算账也是我先算，是你们罗家对不起我在先的。是吗？那日你落败，义正言辞地跟我说，萧家酒庄的萧老爷才是你的生父，是父亲夺了你萧家老爷的家产，才有了如今的甘露堂。没错。当你跟我说完，我就在怀疑，父亲如此正直，受人尊重，怎么会做出如此下作之事？果然，经过我的调查，确实证明了我的想法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臆断罢了。父亲根本不是趁火打劫，而是雪中送炭。萧家老爷早就染上了毒瘾，欠了一屁股债，甚至要将酒庄抵出去。是父亲花高价买下酒庄，否则萧家全家朝不保夕。好一张颠倒是非的嘴，也为了把你们父女俩摘干净，这是什么瞎话都编得出来啊！这是当年萧家的账本，你好好看看。不可能！你敢造假骗我！这是萧老仆的证词，人就在沈家。你若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，到时候自然真相大白。本来这一切不需如此大费周章，是因为我看你可怜，一直被莫须有的仇恨蒙蔽了双眼，不肯面对事实，所以我就告诉你真相，好让你说得心服口服。不可能！你撒谎！我撒谎？你杀了父亲，杀了罗爱莲。明日我就让人陪你去府衙自首。我劝你好好想想，因为这是我作为姐姐留给你的最后一点运气。还有，别想用我的身份来威胁我。你没证据。运气，我也曾经给过你运气。那天夜里又安排了马车送你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为什么？你不敢回来。把他关进柴房，明日一早押到衙门。是。我知道，你对我误会已深，无论我怎么解释，你也未必会相信我。今天做这个局，就是想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如今，你也全部都知道了，相信你心中自有定夺了。我究竟做了些什么？对不起，佳姐。姐姐，是我来救你了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罗雪儿被人救走了。什么？都怪我一时疏忽大意，只派了2个镖师看守，没想到罗雪儿身边竟藏有高手。召集所有镖师，去他可能藏身的地方找。
小姐先喝口水，压压惊。这次多亏有你救我，否则我就要栽到沈丹青的手上。我见小姐去了丹青酒庄，一直没回，便寻了过去。小姐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沈丹青不会放过我的，我得尽快去找怡亲王。怡亲王？没错，我如今知道沈丹青的身世秘密，怡亲王与徐承风有过过节，我可以借此献计，攀上怡亲王。到时候不仅解了性命之余，说不定还能翻身做主。虽说是一条妙计，可小姐要如何接近怡亲王？总有办法。既然让我逃出来了，我就相信天不惧我。罗爱莲，你给我等着瞧！我能让你死一次，就再让你死一次。从未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我捎给你的车、马、奴仆都收到了吗？徐承风、沈丹青、沈子善，你们坏我的好事，毁我的前程就算了，你们还要害我的亲信，我一定不会饶了你们，我会把你们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报王爷，怎么了？王爷，门外有一女子求见，呈上了此信物，还说可为王爷解忧。你瞎呀！看不见本王心情不佳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让他们拜见我，滚！对不起，王爷。等等，带他进来，我要看看他能给我解什么忧。是。你是何人？多谢王爷那日在醉云楼为小女解围之恩。谢王爷赏赐。起身说话。谢王爷。放肆！这是你该坐的位置吗？民女自然知道，这位置是王爷心腹才能坐的。但民女也知道，王爷的心腹已经被沈丹青和薛承风害死。既然他不在了，王爷难道就不想找人接替他吗？就凭你，你有什么才能可堪辅佐本王？不瞒王爷，你与徐承风的争斗，民女一直在旁观且。表面上看徐承风高歌猛进，但实际上他身边有一个大破绽，注定他爬得越高，摔得越狠。什么破绽？沈丹青。啊？民女知道沈丹青的身世秘密，现在的沈丹青其实就是罗爱莲假扮的，那个杀父罪人罗爱莲。若是能证明他跟徐承风沆瀣一气，方可助王爷反败为胜。你可有证据证明你刚说的话？如若没有，便是戏言，戏弄本王。
下场会很惨。明明已经亲自验证过，确认无误，只苦于人微言轻。可王爷身份尊贵，想要举证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还请王爷信我，莫要错过这个对付徐峥风的大好机会。所言当真？句句属实。好大的胆子！你当本王是傻子吗？本王知道你跟沈丹青是仇人，想让本王做你杀人的刀。来呀，把他拖出去柴火！不要，王爷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王爷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王爷，王爷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王爷，王爷。撂下。怎么样，找到罗雪儿了吗？大小姐，罗雪儿死了。死了？昨天晚上罗雪儿逃走之后，应该是去找了怡亲王，想必是投靠不成，惹怒了怡亲王。怡亲王震怒，叫人把他投湖了。可有尸体？我去了湖边，亲眼看见别人把他的尸体抬了上来，确认是罗雪儿。死了，真的死了。姐姐，姐姐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妹。可就在你向我动手的那一刻起，一切都变了。雪儿，是你亲手毁了我们的前夫，也因为你，我不得不以另外一个人的身份活着。我用尽所有的心力去复仇。可就在复仇成功的时候，你竟然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所有这一切都已经结束。往事刺骨，无需回首。未来之路，再无坎坷。我会过好我的后半生。从此人生路上，尽是光明。我都知道了。罗雪儿称呼而亡，你的仇也算报了。如今历经千帆，终得偿所愿。
现在也可以自由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这或许就是我命里的结束。我成为沈丹青，立志要复仇，步步筹谋之下，二叔、周氏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陆双双也有所悔悟。可罗雪儿，没想到一切会在这里终结。我明白你的感受。我又如何能让我的夫人受到这等委屈呢？我们共经风雨，几次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。无论挽回你的情欲有多难，为父都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罗雪儿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，没有办法为罗爱莲洗清罪名了。啊，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我成为沈丹青，卷入藏宝图的世界，才让你我再次相逢。说到底，我也应该感谢命运，把你送到我身边，让我们在一起。不过，谁是你夫人啊？还想不认账？跟我来。你可知在这里，我许下的愿望都已经实现了？许了什么愿望？不妨找找看。这么多怎么找啊？我当初以为罗爱莲死的时候，为她挂了一个许愿牌。愿罗爱莲来生清白无忧，平安喜乐。老天让我在遇到浴火重生后的罗爱莲，就是给了我达成愿望的机会。丹青，今后我愿与你一起风雨相守，让你清白无忧，平安喜乐。其实那天庙会的时候，我还挂了一个许愿牌，还做了标记。愿丹青今生嫁的如意郎君许成风。可这愿望还没有实现哦。会实现的。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无论你是沈丹青也好，罗爱莲也罢，我都会待你真挚如初，因为你就是我最爱的人。丹青，你可愿嫁给我？不愿。不，为何？真挚如初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可是对我百般挑剔，我为何要待你真挚如初？怎么还在记仇？那好，那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你的原谅？那我就罚你，在我想玩的时候陪我游山玩水，在我无聊的时候陪我发呆出神，在我快乐的时候呢，陪我嬉笑打闹，在我难过的时候，陪我一醉方休。这怎么听起来不像是惩罚，倒像是给我的奖励了？那你到底答不答应啊？既然沈小姐宽宏大量，那我徐成风自然是要同意的。不过我们徐家娶心腹，也有几个条件，不知道沈小姐愿不愿意答应啊？说来听听。我不善理财，想把每个月的俸禄都尽数上交给你，由你打理。不知道
你会不会嫌累？我也不喜欢那些应酬，公务之余，我想待在家里，和你在一起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嫌腻？我这个人也没什么主见，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你来拿主意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嫌烦？我说你学的倒挺快的呀。其实我能给你的并不多，我不能让你做这世上最富足的女人，也不能让你做这世上最尊贵的女人，但我会给你我所有的一切，事事都会征求你的意见，也会把你的感受和你的想法放在我个人之上。你可愿嫁给我？无论我是罗爱莲，还是沈丹青，今生都有幸与君相逢。我的愿望又实现了。你半生烟轮蹉跎，这年纪那年轮，终究逃不过时。